台东志航基地一只 F-12V 战机执行训练，飞管线熊熊分离，战机全失去控制。甲在飞管有方叫精神，顺利来降落。也外界都关心讲，飞管的防护措施敢会当来加强？空军表示讲，会甲 F-12V 战机按自动防浪地的系统，按算伫咧2028年来完成。F-12V 首一个快速伫空中拍一轮，典型上界绕道的机体性能。这是台湾三大主力战机之一 ，F-12V 保护台海领空，做袂煞险险发生意外。空军台东志航基地一只 F-12V 伫空中执行例行训练，飞行管向容发生指落分离，战机即时失控载落来，加载僚机军的改革呼叫，飞行管随清醒，和对顶机做伙降落机场。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。这个飞行员在之前的飞行情况都是正常。那上次这个不幸发生这个空中激励昏迷的事件是为第一次。针对飞行员在上主力，不管是主力战机或是这个AJT 的部分，都是它有它的规范，然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施训。飞行管在战机内是高动力的环境。高速度恐惊会致使脑部欠氧气来昏迷，所以飞行管要有控制昏迷的能力。空军表示讲，这个飞行管是头一届发生大机昏迷，后续会安排航空生理顶检查，含离身机高精来的训练。有前飞官过去嘛有大机昏迷的经验，分析大机昏迷的原因，包括身体状况无好，和无注意战机的性能。在带大机的时候，你轻轻的一个手上的操纵动作，极有可能。立即就让这个飞机的G力从1个G一直迅速的升到9个G， 瞬间你轻忽的激励的产生，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，可能造成 G-lock。这架 F-12V 的意外，加载并无任何伤亡。不过2018年，一架 F-12伫归人浪山失事，军方话讲要帮 F-12装自动防浪地系统，不过过几年一直拢无进度。空军表示讲，预计2028年完成。因为我们本军 F-16型机的这个飞控软体，还有飞控电脑，跟美军的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构型，所以我们后续呢，它要针对这个飞控电脑还有飞控软体要做整合跟提升。空军表示讲，2024年开始执行现役的 F-12V 安装作业，也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-12V 新机出厂的巡逻的安装防浪地系统，通保障飞行管的飞行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